翻啦。咁其實有冇 formula 咧？不如俾我啊，幫你試下減啊。點樣減咧？其實網上面一個論文咧係寫翻個嗰啲即係風速 adjust 咗之後嘅時間，但係有啊，我見過，我都見過有啲喺日本嗰方面又係嘅，又話幾多米風正幾多咧，就應該係幾多幾多。咁如果咁計咧，就喂好多嘢搞啊！德教練，喂高度要搞喎。高度點搞啊？身高啊嘛，你讓咗我仔。我呢個係人嘅問題啊嘛，而家講個外在因素啊，公平性嘅問題，佢嘅概念係啱嘅，但係做唔到嘅，冇辦法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比賽都可以跑到21秒內嘅，20秒87。咁另外外線啦，阿里咧就係阿聯酋嘅，阿聯酋琴日嘅400就犀利啊！睇下呢個另一位選手跑200係咪一樣咁犀利啦？佢係第8線嘅，冇錯。咁相信國家隊嘅陳金欽啦，同埋日本嘅半野智星都會跟住前面阿里噶啦。好，男子200米決賽。好，咁呢邊起跑亦都係非常之順利啊！見到前面都比較平均，阿里已經係追過咗前面嘅直爾雅噶啦，後面國家隊嘅陳金欽同埋半野智星都追住佢。咁再後啲斯里蘭卡嘅薩德夫都跟上嚟，但係出彎嘅時候大先仍然係阿里啊！而家見到去到後程越拉越遠，完全冇任何放鬆嘅狀態啊！咁後面陳金欽開始有啲拉車啦，第4線追上嚟，咁前面毫無懸念啊！阿卜杜勒阿里成功攞男子200米金牌，好似追到個第2定第3喎，你睇睇。咁風速-1.6啊，哇20秒85。20秒85咁嘅負風之下，完全大甩晒。冇錯，睇翻慢鏡呢，佢嘅如無意外都係第一個大出彎啦。去到後面呢，佢嘅擺手同埋膊頭呢都放得低啊，所以見到佢後面。斯里蘭卡選手係咪追到上去呢？非常之接近。到第2。哇，非常！哎呀，爭少少。應該好近。中國嘅選手啊，陳金欽啱啱攞第2，好21秒12，即係大超班喎。阿聯酋喺200、400嘅男女子項目都女仔嘅400又係佢哋贏，男仔400又係佢哋贏，估唔到200都咁犀利啊！係啊，今日兩場200米都係相當接近啊，去到獎牌嘅位置。咁第3名應該係斯里蘭卡嘅薩德夫啦，冇錯啦，21秒13啊！啱啱好輸少少咋，都係。咁後面斯里蘭卡都係攞埋第4位，咁半野智星日本嘅就係第5位嘅位置，21秒30。咁第6名就係馬來西亞嘅選手啦，羅德利，跟住就係應該2位韓國嘅選手，金東鎮同埋賽事都12項決賽啊，真係好繁忙啊，真係。咁但係個撐杆跳仲有3個運動員角逐緊。咁呢個撐杆項目呢，就暫時跳咗2個鐘啫，冇跳過咁誇張3個鐘。好啦，咁同大家 update 翻，剩翻落嚟喺現場仲比緊賽嘅男子撐杆跳呢，咁應該係領先嘅係中國嘅曾亮，因為係一次過杆5.20，咁啊日本選手呢，就要第2次先至成功越過5.20嘅，咁啊卡塔爾嘅運動員呢，就仲有第2次試跳，第3次啦，應該失敗咗2次嚟咗，睇翻現場嗰個牌就。